在新亚高中流行舞蹈社团的热情歌舞带动之下，体育局选伫影城园头前办理记者会，来宣传11月24台南400马拉松挑战比赛即将对新营体育场出发。会中除了市长吴伟霆亲自到场，有上强伤员之称的苏志斌等一电竞选手来共同响应，到时将带领参赛者穿越开台5年赛道。这一次的这一场是竞赛组的，也就是全马。那我相信已经报名，现在已经超过11000人了，已经相当多人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地方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赛事的品质提高、维持住，然后把沿途的这些好山好水介绍给大家。这场台南400马拉松挑战赛报名踊跃，总共11000人参赛，嘛体前额满。到时主办单位都来准备专门度真悬的完赛道棚，以及在地美食来补充选手的体力。同时嘛，如果将邀请神秘的嘉宾为活动加添意外惊喜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